看清真相的本质教育，勤俭较有底，浪费不成家。浪费嘛叫做讨债，毋若是所费无采，阁是趁无够开，坐老子孙的问题。咱人哪会讨债咧？就是碰风爱民主，无重本质的关系。即马有在推撒环保教育、实用教育真好，毋过在我浅见也是无够，应该爱推撒铁学思考的本质教育，才会减少浪费，袂过讨债。咱先为逐工的生活讲起，以前穿的衫料身较实在，毋管是互人做的，还是要人做好的，定定是搁添、搁补、搁送人，穿甲袂当穿，搁摕去做破布。即马是快时尚，衫俗俗啊，就凊彩买。旧衫回收桶内底的衫，拢个新点点，有诶连吊牌都要袂加。若会当重本质，要买诶时，搁想一下，有需要才买，毋是干那想要买。以前买十岁，物件偌大，箱仔就偌大，袂有寄出来的包装，纸箱仔阁会当卖互收歹当旧社的购物商。即马过度包装，都拆几若层啊，也有看袂到要爱的货。头家为着要互人大碗阁满钱，较功夫的表面，一斤呢包甲哪10斤，其实包装的成本算人客的。若会当重本质，即款变现啊货上好是卖买。我毋是鼓舞人活伫过去，是要提醒咱爱重视本质。学校有环保教育，咱真欢喜，互囡仔知影爱本色分类，甲节能减碳救地球。有实用教育，互囡仔了解食物的来源甲制定。毋过，敢会当阁用淡薄仔力，用铁学的角度，教囡仔本身重视本质的价值观，包装甲民主莫伤过头。环保署提出，凉水店袂当免费提供塑胶速供的政策，引起无速供要安怎啉真如年代的讨论。塑胶有影无环保，毋过伊嘛互咱生活较利便，要全面禁用是无可能。除了发展缩小、回收、再利用的技术，咱嘛会当支持重本质的赤心仔买，对家己的健康甲大环境拢真好，佮通互生理人减少塑胶包装。超商加盟主最近在抗议总公司对食物真讨债，因为总公司为着要互图仔面好看，惊人客买无，一工若平均卖10粒饭圆，就要求爱入货10几粒。一档单调的照算，钱有70亿遐济。咱若用本质来思考问题的源头，应该是业者爱有更较正确的入货量，图仔面好看，就亲像烟火好看无偌久，好好啊保守地球，才会当久久长长。本质教育就是教全民爱认清事实，卖过头包装，嘛卖买包装甲伤超过的物件。安尼本色也是塑胶，毋但会当减量，嘛会当省本钱，计数通算较好咧。才袂就趁无钱啊，才会用的阁一直起价。咱用所费去消费，毋过嘛爱看互清、看互明，袂当浪费，袂当讨债，袂当留互地球甲子孙规拖拉躯的债。